提到第3章，就提醒大家服从执政者甲当权者，着顺服，通便便做逐项好事，着劝因毋通诽谤别人，毋通冤家，着好气友善，用温和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，因为咱家己以前嘛是无知识、悖逆、行迷路，做种种情欲甲享乐的奴隶，伫恶毒甲嫉妒中得度日，互相怨恨，彼此厌恶。毋过，咱的救主上帝的慈悲仁爱显明的时，伊有拯救咱，毋是因为咱家己的好行为，是因为伊的怜悯，通过互人定身出世的洗礼甲圣神的更新来拯救咱。这位圣神是上帝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丰丰富富甲咱灌压的，互咱靠伊的恩典得到称作义，来承受咱所仰望永远的活命。这句话通相信，我爱你特别强调这个事，通互信上帝的人专心做好事，这个事拢好，搁对人有利益，就闪避愚妄的争论、族谱、纷争甲律法的争执，因为这个拢无路用、无价值。制造纷争的人，甲伊警告1-2遍以后，就毋通搁甲伊来往。你知，这款人已经败坏，伊继续犯罪是在甲家己定罪。我找阿提玛，也是吹基鼓去你遐的时，你就赶紧来尼哥波里找我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伫遐过冬天。就正所谓帮赞西拉律师甲阿波罗旅程的需要，互因通安心出发，就吩咐咱家己的人学习做好事，来供给实际的需要，才免做无路用的人。甲我伫遮的人，拢要甲你请安，请替阮甲遐个同信的好朋友请安。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